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fia Du Pramasari，可以叫我阿飛又或者 Al。今年我34歲，我離婚，我有一個女。以前我照顧老人家喺香港，我唔食豬肉，但係我可以煮豬肉嘅。我食蒸魚啦，煮番茄蛋啦，整排骨啦，炒菜啦，我又可以煲湯嘅，煲羅宋湯啦，跟住煲竹骨湯啦，青蘿蔔湯啦，雞腳湯啦，魚湯啦，都可以嘅。我落嚟澳門呢，希望揾到好啲嘅工作，好好嘅老闆，希望快啲揾工作。唔該。